欢迎收看《台湾先界》，我是阿明张伟民。咱看到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一定和全球战略未来布局有关系啦吼。到底现任的总统 Trump 是不是会当留伫咧白宫呢？民调即阵是输甲惨啦吼。那么讲到美国这个民主的制度是不是面临着这个失灵的危机哦？尤其咱讲到武汉肺炎可能影响到咱选举投票这个行为啊吼。另外，咱嘛看到讲伊 Trump 这个10月底着武汉肺炎真正改选着改写着这个美国的这个选举历史啦吼。那么看到讲，因为这回啦吼，伊抵着武汉肺炎第2摆讲要辩论本地讲要面对面来辩论，但是要改做是死刑啊！但是 Trump 法庭安怎讲法庭呢？伊讲安尼可能伊较无优势啦因为过去讲哇，伊的这个对手就是 Sleepy Joe 啦真爱困啊，是讲伊失智啦拢安尼攻击对手啦所以这回改做是死刑的这个方式 ，Trump 拒绝来参加改去倒咧，改去这个全国广播公司 NBC 啦上节目来问答甲这个拜登咱讲架空伫遐对来对呛啦那么看到讲这回这个拜登这阵民调虽然是大赢，但是今日上大这个新闻就是这个通欧盟伊的后生叫做 Hunter Biden 咱讲伊这个电脑出问题过去才有去这个 Ukraine 才去做一寡这个生理的物件，拢互逼出来这敢会是影响选举的一个关键另外，咱嘛讲15号同时段伊是甲这个伊去这个美国广播公司这个 ABC 来去问答啦咱嘛讲到上摆一摆。咱讲10月22就是这个辩论但是咱嘛讲，这阵选举投票差不多已经有1500万人已经去投票了安怎会影响到咱当然这个武汉肺炎改变到这个投票的行为啦有 absentee 就是无在籍投票，嘛这 mail in 寄选票互你，嘛有去现场排队这阵已经超过1500万来投票了11月初3，咱讲到这阵还佫有这个3个礼拜，但是这阵选民的心可能已经决定到底这个结果会是谁赢？今日节目咱做回来讨论。这部电影先来邀请咱的来宾，第一位咱要邀请伫台湾的这个美国人嘛是阿勇，台语阿勇你好。你好。第二位咱要邀请到国防安全研究院博士后研究经济党。主持人、观众大家好。第二位咱要邀请到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定辉。大家好。透过连线，咱嘛要甲这个台湾人公共事务这个会 Los Angeles 这个分会会长吴条峰做连线。条峰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是啊，咱要先带大家来看讲这回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这个关系，所以投票是有的这个州已经提早来开始啊咱头先讲的1500万来去投票，这代表是什么意义过去差不多这个时间也差3礼拜的时阵，咱讲投票人数差不多才140万，因为武汉肺炎，大家决心要选一个好的总统，还是讲未来这个美国4年安怎行所以大家已经落决心先做来看。防疫期间，民众乖乖挂嘴，安保持社交距离。这礼拜较真长的队伍，唔是像年轻抢买活动，而是美国德州13举行的总统大选提前投票。I've never seen a line this long. It's really amazing. 21月初3投票日剩3礼拜，全美国已经有几个州举行提前投票，白宫甲国会掌权之争非常激烈，加上为了避免投票日间人伤济，造成防疫空窗，这摆提前投票的人数非常踊跃。根据美国选举计划的数据，包括邮寄投票在内，提前投票的选票已经超过1,000万张，超过顶一届140万张。同款也开放提前投票的乔治亚州，甚至传出选民需要排队5点钟以上才会当投下新鲜的一票。Makes me kind of very excited to see the huge engagement and turnout on day one, morning one. For me, I woke up, it's the first thing I wanted to do, so it really kind of invigorates me to see everybody else had a similar plan.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election of our lifetime. We've had 220,000 Americans die from COVID-19, and our economy is in shambles, and we need to get out and vote for the people to make sure we have a secure future. 另外一方面，加州为了应付疫情，今年头一摆针对所有注册选民超过2100万民众，用邮寄投票单，选民只要将选票封好寄到指定的选票收集箱，都会当完成投票。也毋过共和党却伫各地高等加油站自行设置选票收集箱，引起争议。加州选举官员表示，这已经违反选举法规，要求共和党人将票箱刷走。另外，投票日间敢会出现暴乱？美国陆军参谋长麦克维尔将军
军表示，目前为止无派遣国民兵平乱的计划，也毋过强调，万一有需要，已经做好动员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咱要带大家吼，来认捌讲吼，真正这个美国人是安怎来去投票吼？尤其咱讲吼，台湾是一直接的这个选举，咱讲美国吼选总统是间接的选举啦吼，所以有这个 electoral group 吼，这个选举人团的这个制度。但是咱讲吼，因一届投票可能要46项物件吼，咱看到这张的这个选票是 New York State 这个部分啦吼，你当看到，其实佫有这个华语哦，佫是用这个吼，较这个毋是 simplified 吼，毋是这个简体的这个部分吼，是咱讲正体的这个华语字啦吼。Joseph Biden 吼，伫遮吼，那是民主党的 Democratic 啊，共和党的 Donald Trump 伫遮吼，伊的这个副手或者是 Michael Pence 啦吼。另外啊，这个有这其他保守党，另外吼，这个有写吼无列入去的这个候选人，等下阿勇分析吼，到底吼这个后壁，互你家己听有啥物较笑亏的这个部分啦吼。咱嘛看到讲，因为咱讲啊，美国是一个真大的这个国家。所有国家的这个人吼，移民拢会可能来到这个美国遮吼。啊，咱讲华人吼，伫咧纽约遮嘛是真侪人，所以因特别用这个华语的这个部分，啊，佫有其他语言哈，亲像讲法语的嘛有啦吼，也是讲这个其他拉丁美洲的这个吼族语，也是讲吼这个语言，拢会当吼伫选票来去做一寡呈现啦吼。所以咱讲吼，因就亲像这个画卡的这个方式，除了选总统，佫可能是选这个法务部长啦、其他州长啦，什么拢爱伫这个选票内底甲选好交整啦吼。所以你若讲吼，你是支持 Joseph Biden 吼，请你就伫遮甲画起来吼。另外，你若是支持这个共和党 Biden， 这个 Trump 吼，你嘛是遮会当甲画起来吼。但是你袂使同工时阵拢安尼去画啦吼，所以你干来当支持一票尔，无即个就算废票啦吼。啊，其实这个阿勇啊头拄啊才有分析到吼，这个write-in candidate 啦吼，真正就是讲啊，其实内底可能有写这个 Mickey Mouse 啦吼，较笑亏啦吼。所以咱看到这是讲这个 New York 这部分，但是咱要搁带大家来看讲 Florida 这个部分吼，到底有啥物？这个部分咱嘛来带大家来看吼。等下这个阿勇啊遮有一张啦吼，阿勇这个部分咱嘛带大家来看。嘿好，所以这是Florida 的选票嘛 ，absentee ballot， 所以遮有一张，啊我就写较大呢。是。嘿，所以我就你遮有这总统嘛 ，Trump、Biden， 啊，佫有其他总统的候选人，大家可能唔知，譬如讲是Jorgensen， 迄是 Libertarian Party， 啊，你经了后，你佫爱甲这选票放入去这个信封这批笼啊内底，吼，啊，你顶悬嘛爱写安尼，吼 ，official ballot， 是，放入去内底，啊，这个批笼啊，你佫爱甲你的选票这个申请书嘛，申请书吼，你的名啊，你的签名安怎啊？再爱另外放入去较大的这个批笼吼，再夹过去，安尼因摕出来的时阵，这个批笼啊内底因看袂到你的选票到底是啥物人。是。但是咱讲这有一个机制存在啦吼，就是讲咱虽然吼用这个批笼安尼个包起来，但是咱讲有一寡这个片段可能会出现啦吼。所以比如讲吼，你这是叫做 mail in， 吼人寄票互你的，还是讲这是无在籍的这个投票？对。这是什么？这是拢有啦，有 absentee 有 mail-in。是，但是有一种现象是安怎？有一种现象就是讲吼，有人专门咧收选票，英语上或者是 ballot harvesting 啦吼。这什么意思？ballot harvesting 就是讲有一个人，伊可能是甲其中这个政党嘛有关系，是拢有可能啊，伊就是去敲门安尼，去弄门，去弄门啊，就甲伊讲我替你去送你的选票，所以我即阵就亲像 ballot harvesting 安尼吼，我收到伊的这个选票，虽然伊有签名啥，但是这唔知影伊这选票到底会改什么这个部分啊？尤其这可能是画标字的，你有可能去用糊掉，这拢是有可能吼。啊，其实咱讲吼，内底拢有这个 fraud 是什么意思？fraud 就是要安怎讲？做票的意思啦，做票啊，是。所以真正有可能吼做票伫这个现象吼，啊，尤其咱嘛看到讲吼，这回这个Trump 一直咧讲，可能这个 mail in 还是 absentee 可能有大问题。其实这个做票是一个问题，啊，另外可能较大的问题其实是差错尔，就是人摕你的票啊，因无送，还是安怎，你就唔知嘛。是。
有4甲菜这个部分啦吼。头拄咱讲这个 ballot harvesting， 其实吼就是要互你的这个 harvest 就是丰收的意思啦吼，互某一个候选人选票会当丰收，会当互伊当选，其实这拢是可能有做票，也是这个空间伫咧吼。咱嘛看到讲阿勇其实私底下有这个，其实伊的这个选票。透过 email 已经寄互你啊吼，但是咱袂当问伊到底要选啥啦吼。啊，其实咱讲民调这回为虾米吼？咱讲这个 Trump 会输甲遮尔惨，啊，其实拢有这个机构性这个影响伫咧啦吼。但是咱要过来连线到咱伫咧咱讲这个 Los Angeles 的这个部分啦吼，咱要看到讲这个跳峰吼，你即阵伫美国看到这个现场啦吼，大概咱看到即阵有人排队排遮长，1500万人来去投票，但是咱看 Los Angeles 这个部分也无人这个。咱讲无开放到这个提早投票啦吼，你看到现场是啥物咧？虽然讲到这个阶段吼，过3礼拜都在投票，啊，这摆实在是真精彩啦，因为吼，咱知影咱加州，你拄我讲的迄个 ballot harvesting， 咱加州算做讲这个限制上少的一个州，阮会当做真侪迄个 ballot harvesting， 每一个政党拢已经开始计划讲，这摆吼，因为真侪人惊。为着迄个武汉肺炎病毒，所以大家拢想讲，我是要安怎做，才会当去安全的方法去投票。所以到了 harvesting 即马，民主党甲共和党两个拢伫想讲要去安怎去计划，互真侪人安尼方便去当去投票。像真侪长辈伫咱加州这边吼，都会惊讲，我若是我出去投票，家己一个人投票，敢会危险。所以伫加州内底，虽然讲。1个月、2个月以前，共和党有讲吼，这个是真无安全，有迄个作弊啊，是讲会当互人比卡丘安尼现象出现。不过因拢感觉讲投票的迄个时间就要到啊，这个投票迄个选票较重要，所以因拢开始计划看要安怎去服务遮的选民。啊，即摆我看的就是吼，真侪加州人、真侪洛杉矶的人，拢是用邮寄投票较侪。就是讲，你摕到这个选票吼，你摕到选票伫厝内底你写好，写到编好以后吼，你就去这个州政府州政府因有一个 list， 迄名单有甲你讲要去倒一个所在去投票，啊，写就有一个箱仔伫遐，互你甲迄票放伫内底。啊，这箱仔吼是真安全的，迄个做法伊都是家定在迄个涂骹顶头，所以就无若是讲你毋是选委会的人吼，绝对袂当去介意，来你偷摕因内底物件，所以就袂当改变内底结果。啊，我是差不多顶礼拜时阵摕到我的选票啦。顶礼拜摕到。我嘛，顶礼拜摕到，我嘛已经投票啊，所以即摆可能伫加州内底有几百万人已经做这决定吼，所以这几礼拜有啥变化，拢可能无办法改变咱的决定。你票已经投啊啦吼，所以无法度个决定，可能讲这个。辩论的这部分，第2场伫咧后礼拜，可能因这个 Trump 可能若是个针对着咱讲 Sleepy Joe 啊吼，佮开始甲讲急啊吼，啊有人看袂落去，嘛是已经决定嘛，亲像你安尼啦吼。咱继续先来请教咱现场的这个来宾吼，咱继续请教咱的曾教授啦吼。其实咱看到的，即阵因为武汉肺炎这个疫情的这关系，亲像咱讲过去吼，差不多1成的人吼，100多万人开始投票尔。也3礼拜呢，但是即阵有超过1500万人已经来投票吼，投票数可能吼，这个州长用防疫吼为理由来去限制啦吼，啊有34个州吼，因为这个疫情关系，允准这个选民来提早投票，就是咱讲武汉肺炎疫情的这关系，啊7个州无接受这个选民用疫情的关系，这个 mail in 来投票啦吼，但是提前投票这个吼州真正是排甲热长啦吼，尤其咱讲吼，即阵超过1500万票啦吼，啊有选民。一排队就要排11点钟啦吼，所以咱看到疫情方式投票真混乱啦吼，这敢有可能影响到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选举无？我想啊吼，这当然嘛有啊吼，你会使看，这主持人介绍者吼，这有遐济问题伫遐。啊，当然即马若是讲票数若讲差较紧绷啊吼，按到时阵，迄若有争议啊吼，伊这可能落选的人，譬如讲。川普啊，吼，伊就可能讲啊，你这用这技术的问题啊，吼，来讲即届选举无效，还是安怎？已经公平啊，吼，就是讲我若输，我一定安怎，伊拢讲好势啊。即摆问题，大家拢看到遮，按就是讲，即摆像遮遐济技术的问题啊，吼，咱咧看的时阵啊，吼，毋过爱注意啦，吼，
真正即届选举，美国选举上重要决定选举，毋是讲哦全美国哦，川普输偌济，拜登赢偌济，毋是哦，迄是爱看迄关键的迄政场州吼，迄7个政场州，迄因倒一个啥人会才会使赢？因为这关系到迄美国的选举制度吼，这较。甲咱就是刚主持人有介绍过啊，迄是间接投票的。是。嘿，你是讲你若伫一个州，你若赢，你规个拢你赢哦，毋是讲哦，你看你偌济票来分无。就是咱讲吼，赢的人都拢摕。所以讲，伫这几个关键的州吼，咱会使看民意调查吼，伊即马其实吼要有几个要足近的啦，因为咱一般来讲啊吼，咱民意调查吼，差不多3%以内啊吼，这种。歹讲，内底都我头拄看上新的民调吼，都至少2个州啊吼，都差不多等3%以内。3%这个误差之内啦。所以咱嘛看到讲真正这个民调这个部分吼，过去咱嘛讲吼，2016年这个 Trump 咧选总统对着这个 Hillary 啦吼，真正迄当阵民调拢输吼，但是尾手谁会知影伊抑阁是赢着美国总统，就是咱顶回讲到这个选举制度吼，咱讲虽然吼因是这个 General Election， 伊是安尼。称呼啦吼，但是伊其实是一个吼间接的这个选举，吼你会使投这个选举票，咱嘛讲到，迄当阵这个 Hillary 是赢差不多100多万票哦，但是伊这个选举人团的制度吼，这个部分真正是 winner takes all， 赢的人拢冇去啦吼，所以迄当阵这个选举人团是 Trump 赢较济。咱嘛讲到，佮讲到啊，这个回通讯投票可能这个吼，真正可能做票的这个所在吼，咱讲美国邮政管理局吼。嘛警告讲，恐惊袂赴将选票送到选举办公室来去算票啦吼，真正这嘛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咧，咱要讲吼，11月初3爱完成讲点这个选票这个时间可能佮延前。另外咧，这个邮寄的这个投票吼，可能有一寡吼真济这个组织的人吼，咱讲组织的人吼，会当伫无共选区。重复投票吼，这嘛是咱头拄仔讲过，这个可能做票的空间。另外，过去含今年拢有发动吼，非法咱头拄仔讲的。ballot harvesting 这个部分啦吼，当局已经展开着这个调查的这个部分，所以拢看咱讲阿勇头拄仔有讲啦吼，就是讲这个咱台湾的选举制度可能也比美国较好势一寡，敢有？对，较安全啦，较安全，较有可信度啦。这是阿勇来看咱台湾的这个选举啦吼，但是虽然讲吼，这个美国是一个这个民主的这个社会，但是这么济这个因素加起来，真正若伫11月初3，这个总统吼，这个若是有真我吼，但是这个总统也未遐多产生，美国有可能有啥物款的这个宪政危机无？咱继续来请教咱的教授。美国吼，伊即届其实就是因为这个通讯投票的代志吼，所以可能造成川普我信任讲这个选举的结果嘛吼，所以要行法律程序哦，要诉讼吼，这时间若拖落吼，可能拖1个月、2个月，可能舞袂出来进前小布希甲高尔伊早嘛有经过一届吼，后来最高法院吼，后来就安尼就是佛罗里达就是安尼处理啊吼，所以最后是小布希赢。你看即届迄个川普甲希拉蕊迄阵咧选举的时阵吼，希拉蕊嘛是赢20-30万啊吼，结果最后嘛是川普做总统啊吼。所以川普其实已经拢呛声嘛，伊即摆选举之前就开始讲啊，讲选举结果我歹信任嘛吼。吼，即摆就是因为这遐侪票就是通讯投票这部分吼，邮寄投票的部分，伊认为讲有一寡人会甲这选票伫路的地方就甲弹掉啊，是讲对伊无算着吼，安怎吼做理由的啦，主要的原因就是讲你 challenge 吼，伊咧挑战这个通讯投票的制度，因为这人伤多啊嘛，人多的时阵就排去算出来嘛吼，就后壁到时阵变做讲足多伫这法院吼，会出现这个代志，所以咱大家讲即届人难产要安怎，有当时两党啦开始咧小一寡争执出来的时阵吼，大法官都爱出来，无国民兵哦，伊讲的是国民兵，即摆就是讲伊个国民兵出来要维持秩序毋是讲警察咱尔，因为警察可能挡袂掉吼，即摆是这国民兵要出来的代志吼，即摆国防部这边只嘛是咧处理这代志，所以这样选举的后壁影响是足大的吼，伊毋是不止讲甲外交政策尔，伊是美国内部，伊即摆已经分化美国内部的团结啊嘛吼，即摆就大家上烦恼的就是讲，即个总统选了了，是美国会更加分化，会更加迄个无团结，这是大家关
关注的焦点。是啦吼，咱嘛讲到吼，因为这个 Trump 吼，大家台湾人这个对伊的这个心态有改变吼。2016年的时阵当中，大家拢想讲哇，这个工人吼，哪有法度选掉美国的这总统吼？有当时啊，这个台湾人嘛对咧切心啦吼，那毋是 Hillary 掉啦吼，但是尾手咱看到伊有的这个对着这个中国的政策也好，也是对台湾的这个吼较友善的这个态度也好，和真侪台湾人拢讲，这回是毋是咱爱支持着 Trump？ 虽然咱无这个投票权吼，但是有足侪人吼，过去拢是民主党的吼，即阵拢改做是共和党吼。咱继续过来请教调峰一下吼。调峰，咱来看到吼，美国这个 Los Angeles 这个部分吼，其实咱们看到讲，真正的吼，美国过去的这个支持啦吼，民主党改共和党的，你有看到这大概偌济人无？其实阮这边吼，洛杉矶拢是民主党较济啦。毋过吼，即届较无共的所在是因为吼，阮也有这个武汉疫情的关系，所以说武汉疫情的时阵，对咱美国选民吼，实在是影响真侪。以前为虾米洛杉矶这边民主党较济咧？因为因是较爱投票的迄个做法。保守派甲共和党，因拢是可能大家拢是较拍拼做工课，嘛是想讲以前的结果拢是民主党赢吼，就放散呢，就是讲放弃啊。毋过即摆较无共的所在，就是因为这个疫情，互大家拢是厝内底大时阵，惯是伫厝内底做工课。因无代志做，就会关心在美国政治，所以真侪所谓沉默多数，就是美国即摆定来伫讲，就是讲，即阵人普通时间无伫投票，还是讲无伫参遮个政治的代志，可能介拢会出来投票。因出来投票，因到底投互啥人？以前的经验来看吼，拢是可能是保守派较济。所以即摆真侪专家拢感觉讲吼，虽然讲民调的结果是即摆拜登赢真济，毋过3礼拜以后吼，遮个共和党出来投票，会亲自投票，应该拢是保守派较济，所以这个最后迄结果吼，无一个专家会当讲确定讲这最谁会赢。OK， 虽然洛杉矶遮来看，是。虽然咱看到即阵民调吼，真正差有够济吼，有诶吼做到10几%拢有啦吼。另外咧，较小歪3%吼，拢伫咱讲误差范围之内吼。但是咱嘛头拄仔讲到，即个普选诶，即个部分啦吼，尤其咱讲过去即个有即个历史伫咧，咱讲2016年诶时阵就是啦吼。咱即阵嘛过来带大家看到上新诶即个民调，咱看到拜登吼，即阵诶部分是51.1%啦吼。Trump 诶即个部分啦吼，咱看到是42.3%，即个拜登。这个赢伊这个9.2%啦吼，这是美国民调整合网站吼 Real Clear Politics， 个英国市场研究这个部分吼，伊是讲哇做到17%这样济啦吼。但是咱头拄嘛一直讲到，美国的这个选举是一个间接的这个选举啦吼，所以尾手吼到底吼这个部分普选的这个票数安怎吼，伊毋是票拢是共款的吼，尤其咱看有的这个州敢若3票，头拄仔这个调峰讲的，亲像加州都50部票，伊就是上大的一个吼，咱讲 electoral group 的这个制度内底，伊是上侪票数的吼。伊头拄嘛讲到，过去咱讲这个加州 California 这个所在，拢是过去拢是较挖民主党的。但是这回会甲这个民主党吼，还是讲共和党吼，看到这个川普这个精势遐尔歹，会甲保守派的这个票吹出来无？嘛是一个关键。吼，咱等下搁请教阿勇，但是咱要请教阿勇啊吼，进前咱先看到讲，比如讲 Wisconsin 啦吼 ，Michigan 啦吼，搁有 Pennsylvania， 搁有 North Carolina， 搁有 Arizona 吼。其实 North Carolina 就是咱讲阿勇啊，你的家乡对无？唔是我的家乡啊，但是我的投票的所在。你的投票的所在啦吼，但是咱看到这个所在，嘛是咱讲的 swing state 吼，就是咱讲的决战场啦吼。头拄仔咱看到这个选举制度，尤其咱讲吼，上尾3礼拜选举也拢有变数吼，推出共和党保守派人过去不爱投票，这回看到川普精势有够歹吼，所以爱来支持，敢有可能？拢有可能啊！你看，阮可能等下讲到迄个。Hunter Biden 迄款物件，其实迄嘛是互 Trump 诶支持者出来投票嘛。迄毋是互原来是被投Biden， 啊过来换 Trump， 因为迄无可能嘛。但是迄是
吹 Trump 的票出来投嘛。所以这拢有可能。拢有可能吼。其实咱讲这个民调吼，大家有信啊无信吼。其实有2016年迄个经验了后，大家都讲啊，民调可能无改准。尤其 Trump 伫咧这个执政这4档吼，主流的媒体。修理，搁再修理啦吼，修理 Trump 修理甲真济啦吼，啊要甲跌，要甲安怎吼，所以透过这个民调，但是阿勇头拄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讲吼，这个拜登伊的这个后生这个事件吼，咱讲这个 Hunter Biden 吼，即阵因为吼这个电邮门的这个事件吼，啊过去伊个伫咧 Ukraine 做生意，可能一寡较非法的这个代志吼，可能嘛是会影响到这个部分。阿勇嘛先请你来讲一下。嘿，我想这个。因为其实这届选举，大家可能已经较早就决定讲我袂投好什么候选人嘛。但是到即马可能较无迄个刺激，想讲我就伫厝就好啊，我免出门投票。啊，所以这种的 October surprise 就是互因吹出来嘛。哦。所以 October surprise， 这嘛是 October surprise 是一个真正常的现象啦。OK， 大概选举拢有啦。是，咱继续过来请教咱的这个教授啦吼。其实咱看到这个民调以外，咱讲这是这个量化吼，会当去敲电话也好，还是线顶吼，甲你访问安尼啦吼。其实咱讲吼，这民调伊有这个伊的 bias 伫吼，可能有当时啊，伊毋是这个 normal distribution， 还是讲伊可能伫咧统计上有伊的这个误差范围，所以这个咱。老师家嘛有另外一份这个研究啦吼，伊讲有13个这个指标，看讲已经知影谁要赢。嘿，这是安尼吼，这美国有一个历史学者吼，叫做 Alan Richman， 伊伫2016年的选举的时阵啊吼，大家拢无看好川普，按伊提出13个指标啊吼来决定，毋是讲吼看民意调查看安怎。13个指标啊，吼，比如讲吼，是杀人有看有第三党有第三党有入来无？是。啊，无就讲，迄你外交，就是讲你外交的政策，你有赢，还是你外交的你有外交的成就，还是讲你个人的魅力，吼，还是这个候选人你的对手的魅力，有13个指标吼来看，是量化。他从为这13个指标，当中大家拢讲川普会输，伊就讲根据伊的指标，川普会赢。这届咧就趣味啊，这届吼根据伊的调查吼，伫武汉疫情之进前吼，迄是川普会赢。这13个指标内底，好。毋过武汉疫情了后咧，伊即马看，伊无看民调哦，吼，伊是根据伊的指标来看，伊是讲啊，吼，即马内底川普啊，吼，输7个，所以讲，伊讲即届川普会输啦，好，即届哪像就甲民意调查就较相像，吼。毋过咱即马就毋知，而且就像迄主持人讲的吼，即马变数啊太济啊，伊家己嘛讲，伊讲这13个内底吼，其实要有2个，另外佫有2个是无确定的因素。这2个因素啊，吼，就是讲俄罗斯会伫中间扮演上面的角色。另外一个就是讲选民投票无就是讲阻止选民投票的因素啊，吼。这2个，伊是讲伊这2个。这就较无确定，毋过这2个嘛可能讲决定即届选举。是，头拄老师讲的这个指标吼，差不多有政党授权也好啦，竞争啦，还是讲吼是毋是要连任，还是讲第三党啊，短期的这个经济，长期的经济吼，另外还有这个外交，啊讲社会动荡拢是吼。啊，咱嘛看到讲武汉肺炎吼，咱讲的毋那是这个总统治着病，伊后生嘛治着病，啊嘛吼，咱讲吼真正是另外一个 October surprise 啦吼，所以讲真正。这个美国总统治着武汉肺炎，咱过去嘛有咧讲吼，真正是毋是这个部分，伊若阵赢，代表吼伊抗中这个效应会当来产生，但是民调看起来，改成毋是安尼哈。继续咱请教丁伟兄。咱这伊讲的，头拄阿勇讲October surprise 吼，这部分哦，其实
应该来看，因为剩差不多3礼拜吼。是啊。但是这3礼拜其实会发生的代志足多啦吼。啊，要安怎影响目前也未去投票的这些选民吼，我感觉是重点嘛吼。因为川普嘛知影讲，其实伊的票拢是毋是伫迄个当趟内底哦，伊的票拢是 countryside 的哦。啊，所以比如讲伊伫嘿啊，这些人要出来的时阵，伊第一个交通工具要哪出来啊？然后过来因遐动员嘛吼。所以即摆大家拼的是迄投票率，毋是迄讲真正讲啥个支持度较悬，支持度较悬，其实两个拢差不多。哦，因讲起来虽然讲差10几趴，但是共和党甲民主党其实两边其实拢差不多啦。啊，但是可能民主党会较悬一寡吼。但是问题是讲要来动员讲哦，迄个增加所在，要来遮人要来吹出来，啊票要来吹出来，爱就爱立情嘛吼。啊，这个立情，川普你用一招的嘛吼。啊，charisma 上所以个 October surprise 的人喺讲就是讲，要来就是讲迄个立情安尼用出来。啊，立情要用出来的时阵，你要有目标，你要有一个敌人伫遐嘛。啊，敌人是啥？有人讲中国，有人讲俄罗斯，有人讲乌克兰，有人这，所以即摆是要用这通俄门这物件出来，要来用希拉里啊，甲拜登因内底甲迄种乌克兰的迄个连结，啊，甲中国连结，这就是即摆川普即摆目前咧做的代志嘛。OK， 所以咱看到吼，真的 October surprise 出侪啦吼，所以即阵咱看到虽然是这个 Hunter Biden 就是。拜登这个后生吼，伫咧乌克兰吼，才受这个俄西交易这个新闻吼，嘛吼这个共和党这个 Trump 才真不满吼。啊，伊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讲吼，伊推文，伊要用这个 Twitter 来去甲这个消息扫出去，但是咧 Twitter 甲变掉吼，变掉意思就是禁止啦吼，这嘛是一个大代志啦吼。啊，用啊，你安怎看这回代志？过去啊，这个 Trump 就是讲我用社群媒体，我 Twitter 讲啥，大家就抄啥，即阵无法度甲你推出去。对，其实那袂会记得唔对去，就是做一个法院已经有决定过 ，Trump 的 tweets 拢是public speech， 是 political speech， 所以被当禁止。所以一届我唔知因在想啥。啊，如果这应该是第一届因查证进程都禁止这个讲讨论这个主题。就是查证进程吼，讲这个新闻拄开始，爱就先甲伊禁起来。对，这是不是违反着因社群媒体家己本身的原则？这都爱问因啦，我唔知因的条件嘛。所以这咱可能就是讲吼，真正到底选民係伫这个上尾啊，这个剩3礼拜时阵，咱讲通欧盟这个部分吼，真正是毋当成立，还是讲伫咧这个共和党这个选民内底看到讲，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拜登吼有这款行为，更加吼，甲因激出来吼，还甲因吹出来去选票啦吼。但是咱嘛讲到另外一个大重点，就是中国，咱对方的中国吼。咱看到日本媒体即阵的报道啊，吼，10月13的时阵，咱看到伊用了这 scoop 就是咱讲的这个华语的这个独家新闻啦，吼，伊就讲吼，真正咱看到这个 Trump 要来访问咱台湾，并且承认台湾，哇，这个代志吼，嘛引发到咱讲过去小连线这个哈咧摇啦吼，咱看到9月20日当中外交部长吴钊燮讲吼，台湾即阵无法度甲美国完全吼来建立这个外交关系啦，但是咱看到10月7日。这国民党拍民进党一枪，吼，讲到中华民国就爱甲美国恢复邦交吼，执政党你就爱去来做啦吼，啊，请求美国协助抵抗中国啦吼，啊，你反映专属来通过，但是这是国民党来提出的，但是10月7日的时阵，马前总统就甲这个吼国民党甲拍面洗面啦吼，讲啥个吴钊燮讲吼，这个机会可能无介大吼，因为这个可能有美国的意思伫内底，但是10月13咱阁看到这个消息，咁真正是 October surprise 咧。咱的驻美代表萧美琴伊嘛讲吼，毋捌听过报道的这个内容吼，咱继续要来请教调风啦吼。咱看到这个 October surprise， 真正对着美国人吼，还是讲美国这个选情有啥物款的这个变化？中国因素，还是讲真正有人讲吼啊，甲台湾建交是一个啊，川普高不二中，还是上尾啊即招啦吼，敢有可能咧？我看吼讨论这个问题，看两个所在。头一个就是讲吼，阮知影讲今年的选举甲以前较无共所在，就是讲今年有一个武汉肺炎的关系吼，关系吼，所以真侪的政治人物过去伫选举时阵，就来讲一寡高空的议题啊。今年吼实在是少真侪，因为拢是一种伫支持川普，还是反对川普吼。啊，另外一个就是讲吼，每一个选民拢伫想讲，到底倒一个总统才会当甲美国带转去过去是无以前的正常的美国的所在，所以即摆真侪选民，伫美国的选民的想的话就是讲，我即摆选这个总统到底会当甲我的生活变正常无？啊，这正常是啥物意思？
反对川普的人就想讲，我的正常就是咧倒去奥巴马时代迄当阵稳定和平的美国。啊，支持川普就想讲，我要倒去3月以前经济真强，股市赚大钱，大家拢投无迄个美国。所以即摆投票的人绝对会比以前较侪，啊，因的想法会较无共。所以普通时间选民关心政治，拢是因为环境的因素。啊，即摆环境因素，真侪人想讲中国嘛，因为这以前川普总统嘛讲过，这是中国的病毒，所以真侪支持川普的人，抑佫有反对川普的人，拢知影讲中国伫即摆的迄选举吼是真大一个议题。啊，阮讲伫中国，就绝对爱讲到台湾，因为吼。伫台湾，伫美国遮做想讲，阮发拍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伫做国民外交较侪，拢知影讲，每一个政党，民主党、共和党拢好，拢真关心台湾问题。台湾是美国好朋友嘛，对无？是。国际社会顶头，各社会内底呢，虽然讲无台湾的这个身份地位，不过美国甲台湾的关系已经拢真好。啊，这4年来嘛是讲台美关系上好的一个程度。所以即摆大家拢知影讲。台湾是中国上怪异的所在，所以美国不管伊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拢袂放杀台湾。我即摆有看到，就是讲川普定定伫讲我要去支持台湾，啊，伊的蓬佩奥就是国务卿，美国外交部长嘛是讲，若是台湾和中国拍，美国绝对来斗相共。啊，拜登迄边嘛有一寡动作哦。我最近有听到，拜登迄边的人甲我讲，你看，迄个拜登迄个网站顶头有一寡迄个亚裔的后援会，顶头都有写 Taiwanese American， 就是台币啦。啊，就是讲，即摆拜登伊感觉讲，亚洲人内底了上支持川普迄阵人就是越南人，啊甲台湾人，绝对爱去受遮的族群。所以，我会当看到就是讲，即届选举。拜登赢嘛好，川普赢嘛好，台湾绝对阁是美国上重视的一个亚洲国家。所以中国绝对会遇到一个问题。所以就参像我头拄仔讲吼，过去吼真侪人吼是民主党的，啊因为这个执政的这个关系，共和党咱嘛看到讲真侪这个因素吼，因为这个 Trump 挺台湾的这个动作真侪啦吼。啊头拄仔这个调访嘛有讲到吼，其实这个拜登顶赢者嘛有看到讲，其实支持这个共和党吼 Trump 这边的人真侪，所以伫咧这个网站头顶嘛有开始出现这个台美人的这个部分吼，爱来挺这个拜登啦吼。所以咱看到真侪因素吼，台湾因素嘛是美国因素吼，即回这个选举。真重要的所在，阿勇咧头笑，有影无？我感觉台湾人看即届选举有较热吼，有较热度有较起来吗？嘿，有啦，因为因有看到过去几冬啊，Trump 政府都在做什么物件啊？即马咧期待，譬如讲迄个 FTA，嘿，还是。建交虽然这较无可能，即阵较无可能啦，毋是讲全面无可能，是即阵啊吼。因为其实大家可能知影伫阮的众议院也是参议院内底，两大党拢是支持台湾，台湾是跨党派的这个主题。OK， 嘿，但是因实际上在做什么，做出什么效果 ？OK， 嘿，过去是当时较嘿。过去的时间吼，就是这2年，尤其咱看到吼，特别多啦，特别多，尤其民主党吼，伫咧这个吼，咱讲伫咧众议院也是这个参议院，其实嘛是共款吼，压伫这个台湾头顶。只是咱有人讲吼，真正莫甲这个反中也是抗中吼，甲看作是美国唯一的这个牌啦吼。真正咱讲这个抗中的这个因素，可能是一个暂时的吼。咱讲国家利益也是美国上看重的。其实咱讲不论是这个 Trump 连任成功，也是拜登起来，拢对长期也是短期，拢会对这个中国有一寡这个压力存在。尤其咱讲虽然这个 Trump 即阵有连任，但是伊的优势因为足侪因素拢去消失去。但是有人讲，若是拜登起来，短期来会当看到中国政策的这个修正，但是长期来讲，伊嘛是要发展这个和平的这个主义，可能对中共还是中国嘛是无遐尔好继续。好，其实啊大家即摆拢足看，那像迄川普啊足爱台湾的，无即款代志。无即款代志吼。你看，进前今年伊迄国家安全顾问 Bolton 伊的册内底啊，都有一个足趣味的
故事啦，是讲到台湾，川普就讲啊吼，那像波的 plane 就是像迄鼻尖遐细尔，咱中国是像刀柄遐大，所以大家爱看清楚啦，毋是讲啊吼，伊即马讲哦，话台湾对咱台湾偌好。咱即马就是讲哦，川普若赢，咱台湾就足有赢面的。是。其实哦，我是看法是较无共啦。我想讲哦吼，像川普这人吼，大家拢其实你看做，伊是一个无理想的人，伊都是一个商人。生理人哦。咱就像波特讲的啦，川普啊吼，伊为上任总统的第工吼，伊拢咧想的都是安怎咧连任尔啦。OK。所以讲，伊即马就是讲会支持台湾吼，还是讲即马因为中共，特别是讲武汉肺炎疫情起来，伊即马要找一个目标来攻击。所以讲哇，即马动作足大，你看，迄阿强啊飞机为台海中线飞过来，美国飞机第二天就嘛为台湾中线来飞，来展示美国对咱台湾的支持。毋过我提出一个较无共的看法啦。其实啦，川普你若讲伊即款无理想，就是讲，毋是讲咱毋是，我袂使讲无理想，毋是讲一个理想主义的人，伊纯粹就是讲看厉害，倒一个对伊较有利，所以讲因若连任嘛，我就想讲啊，可能对台湾就无遐好啊，选举选了啊，甲咱放杀去都有可能嘛，选举选了啊，因为阿强啊，迄是一片岛啊，遐大片，咱台湾就则像迄一支。兵尔啦，所以讲啊吼，即件吼，当大家咧看哦，即马想讲哦，川普对上任以来吼，对咱台湾吼，真正是好，这是事实。啊，毋过我是讲啊吼，迄是选举进前，选举了后，我想讲啊吼，真正若讲川普，若讲真正会调，迄当中我想大家吼要有超前部署啦，心理准备，毋是讲拢看拢，毋是拢共和党川普吼，无，我遐好，无遐好啦吼，无遐好。我主要看是讲，川普毋是一个理想主义的 ，OK， 伊即马拢就纯粹是厉害，纯粹是看厉害的。咱台湾甲中共这比起来，当然迄无法。毋过这毋是讲咱台湾都无这个结达，无重要，这绝对毋是安尼吼。当然，即马美国不对阿强啊。一个反感，一个反中抗中，这是朝野共识啊。是。都毋过，就是讲真正，比如讲，即马川普上在意的贸易谈判 ，OK， 好像即款代志，当然，迄到时阵敢会讲，因为安尼来牺牲咱台湾。哦，这大家都爱较注意。是，虽然看到咱头拄仔讲到吼，真正这个虽然台湾吼，伫即几当来会当看到讲，真正台美关系哪来哪好的款哦，敢若款尔啦吼。但是买手这个川普真正，若是伊连任吼，咱敢会去用放杀的。定位啊，安尼看吗？我先讲中国的看法啦。OK。这个中国的学者会甲我讲吼，讲伊其实拢足惊将Joe Biden 吼当选的。因为中国惊吼，Biden 当选，因为讲。伊认为拜登即款的，伊民主党的是讲价值的啦，讲价值。若川普这是讲利益的，所以那利益就较好收买啊。利益我就贸易战我互你偌济，互你偌济。如果若是拜登来讲吼，因就毋知要来应对啊，吼。因为讲伫奥巴马后期啊，就是希拉蕊迄个时阵吼，就开始对中国采取硬态度啊嘛吼。啊，伫迄阵啊，就提出一个重返亚太吼，就 Pivot to Asia 即个政策嘛。是。啊，即个进前后来 Kirk Campbell 伊迄阵啊，国务院以来对亚太迄个驻青 Kirk Campbell 写一本册嘛。啊，然后即摆 Kirk Campbell 佫是拜登的上重的外交的幕僚嘛吼。啊，即比较讲，伊这 Kirk Campbell 即个人，伊的头壳内底想的，其实对。先来对付中国的，只是讲 Trump 讲奥巴马你做无够，我即摆要来帮你做，所以伊才提出个 Indo-Pacific， 甲迄种 Pivot to Asia 较无共款的，就是讲加一个印度伫内底啦吼。啊，实际讲就是因后壁去川普是逼出来嘛吼，因为川普本来开始的时阵嘛是要甲中国好嘛，啊了后时阵嘿啊边仔的这国务卿啦吼，还是讲其他的 Defense Minister 这些人吼，其实慢慢啊形塑甲伊种川普伊的迄个外交。印太战略这物件出来啊，出来了后，结果后壁你看哦，你看蓬佩奥伊讲啥物话？你蓬佩奥伫 Nixon 的迄种 library 内底头前伊讲话讲，这依照吼中国有甲奥巴马承诺讲，
袂伫南海做军事化嘛，结果咧伊做啊嘛。结果咧，我即摆就是替奥巴马迄阵来修理中国嘛，概念嘛吼。所以比如讲，伊这是bipartisan，比如讲对中国的政治，我想应该是后壁是一个bipartisan，只是讲做法较无共款尔。但是对拜登来讲，对中国来讲，拜登是搁较歹处理的人，因为这是因有价值的人。所以比如讲吼，你若讲甲川普，川普因认为讲甲收买川普就会使，那拜登来讲吼，因就唔知要哪处理啊。伊下骹手的这些人，比如希拉里这些人，还是讲Kurt Campbell 这些人吼，其实这种讲价值的吼，这民主党的这部分，中国都唔知要来应对啊。有影啦吼，所以这嘛是定位下另外一种这个看法的吼。咱们看到讲吼，真正若是一个讲利益的这个总统，也是讲吼寻求要做总统的人是讲价值的这个党吼，真正吼对中国来讲，真正嘛是真头疼吼。咱继续过来请教调峰吼。咱看到的这个情形，敢真正会当吼，看到讲美国吼真正会较强的对着咱讲未来吼，不管是谁赢啦吼，咱继续请教调峰。其实我嘛讲过嘛，真侪遮个来宾拢讲过，就是讲上大问题就是讲美国政府、美国总统若是选调对中国的态度是安怎？像住伫台湾人拢想讲，阮是甲中国较近嘛，所以每一工拢感觉到为中国来恐吓甲威胁，所以就希望讲美国总统可能爱对中国较歹一点，卖武器互台湾，也是讲要承诺讲出兵帮忙台湾，来抵抗咧中国，应该是上基本的条件。毋过美国总统因是住伫甲中国差不多半个地球的这华盛顿 DC， 因对中国看法甲台湾也是无共的。OK。美国选民嘛也无共，所以因若是做啥物政策、做啥物决定，都要感受到讲中国伤害有伤害过美国，才会当去做遮个政策。就像今年这疫情吼，有真侪美国人了解讲中国危险嘛，吼，700几个万人的确诊，20几万人死亡，嘛，嘿嘛，真侪。美国人对中国开手一个反感，所以即马真侪人伫台湾都是担心讲，就是想讲拜登若是当选，会不会对台湾不利哦？是会甲中国让步？我是感觉讲，因为我最近嘛是有甲一寡民主党议员伫讨论这代志，因的想法是讲，拜登政府若是讲因选调上明显就是讲伊用外交还是讲和平方式来解决中美关系问题啦。若是讲民主党要为这个方向行吼，伊会甲中国去好好参详。好好参详吼。OK， 但是这个好好参详这个空间，这参详嘛是有迄成本伫遐，所以中国爱花出多少代价？这是我看民主党以后一个话所在。今日非常感谢调峰啦吼，伫这个美国吼早来伊的这个观察甲伊的观点，感谢调峰。咱继续要带观众朋友先来看讲咱的这个图啦吼，咱讲真正这个剩3礼拜上关键的胜败关键到底是啥物吼？咱头拄讲过，对中国的立场吼态度强硬吼，讲要结束对中国这个依赖吼，要讨回100万的这个工作机会啦吼。拜登的态度较保留啦吼，讲吼真济吼伊的家族吼，佫有真大的这个利益吼，伫咧中国。对健保咧过去讲吼，真正的这个 Trump 就讲奥巴马这个健保制度真正是非常的无通吼，爱讲家己吼，甲这个药品的介绍吼，降甲上低。另外拜登讲吼，要互弱势民众有这个医疗的这个保险伫咧。咱嘛看到讲头拄已经讲过，武汉肺炎即阵已经有超过790万的这个确诊吼，死亡人数22万。但是这嘛是一个部分吼，有正面的对 Trump 的这个选情，就是讲伊家讲这是 China virus 啦吼。另外咧，伊对着武汉肺炎，有人讲伊防疫无遐尔好，这嘛是伊的这个缺点之一啦吼。另外就是讲真正 Trump 讲要甲这个吼过去贸易战者吼，真正迄个咱讲贸易战拍了甲安尼拍甲见骨啦，即阵到底会使甲这个工作机会吼，刷登来美国无？这嘛是伊一大重点嘛。但是咱嘛讲失业率即阵吼落降到7.9吼趴啦吼，所以是 Trump 宣传的这个重点伫咧。上尾咱嘛讲到这个 swing state 吼，决战州这个部分吼，6大嘛有人讲7大吼。头拄咱讲 Wisconsin， go Florida， go Pennsylvania。Arizona、Michigan go North Carolina 吼，目前拢是拜登目前领先吼，但是 Reuters 伫6大这个摇摆州内底 swing state 来讲吼，拢是 Trump 的这个经济政策比拜登好。过去咱嘛有讨论就讲吼，因为即回武汉肺炎纾困的这个议题吼，对美国来讲，经济议题也是选民较要义的吼。继续先请教阿勇啊吼。
经济议题啦，尤其咱讲纾困，真侪人无法度去上班也好，无法度去做生理也好，这敢是因可能会这个关键的这个部分。啊，尤其咱讲 Trump 嘛提出着这个纾困的方案，敢有法度救伊的选情无？我看是安尼啦，即寡的主题可能拢毋是即届选举的，拢毋是吼，拢毋是关键，就是 pro 甲 against 安尼尔啦吼。对，因为其实像我小早讲的，就是大部分的人已经较早就决定啊，所以这是互因的家己的选民来看，哦，我来做这，我来做这安尼。催票啊，安尼。催票啊。这个纾困嘛是拢政治嘛，因为民主党因嘛是坚持甲因的一寡另外甲纾困无关系的物件藏在内底，啊，就包包做伙安尼。对，所以这拢是咧算政治啦。算政治啦吼。所以买手3礼拜，敢讲已经拢决定好势啊？催票安怎催？即马足明显的啊，川普就要。都算迄 blame game 啦，吼，都即马美国无好是安怎？武汉肺炎嘛，武汉肺炎无出来进前，美国经济是历史上最好，上好诶。武汉肺炎，咱即马武汉肺炎出来，伊当然嘛爱怪阿强啊，所以讲你莫讲即马这川普啊，吼，一直在骂阿强啊，是讲吼真正因为迄无认同阿强啊，即马伊是在 play blame game 啦。OK， 好，所以讲。即卖 play blame game， 所以中共问题当然嘛是关键啦。关键就是讲，伊即卖这个 blame game， 就是讲看伊敢有真正有甲即卖美国的问题、国内问题，甲阿强啊连做伙，那连做伙啊，伊就拍强啊上高的，当然催票就催出来，安尼伊就他就解套了。是。毋过即卖问题就是讲，伊敢真正有法度安尼？好，另外一个就是讲，其实。大家要注意啊！美国的投票啊，其实关键唔是在国外，是国内。国内吼，拢是一直拢是国内。是。即马我就讲，即马就是讲，因为武汉疫情，为经济到大家生活拢无方便啊，所以讲我讲，即马找无路啊嘛，一定要找阿强啊嘛。所以伊即马才拍阿强，所以讲伊即马如何把阿强啊，甲即马美国的问题。牵做伙，这就是关键啦。所以过去吼，这个2016年 Trump 是安尼样，就是吼过去吼失落的迄个部分吼，拢走去甲中国迄个城市啦吼，迄个拢是伊的这个关注州啦吼，咱讲的国政州拢伫遐。啊，这回敢有法度扮演遐州，敢有法度扮演迄款的这个效果咧？即马其实讲起来吼，因为迄民调差1-2%、2-3%，这其实拢看袂出来嘛吼。变做讲其实对我来讲吼，不管川普还是拜登，都一个动算吼。其实上重啊，应该我感觉美国人伊上在意的当然是讲伊的内政，还是讲伊的经济，还是讲因工作，还是规这内政的部分啦吼。但对台湾来讲吼，伊是外交的部分哦，看真重哦，看真重对。所以变做讲伊拜登也是。其实 Trump 其实对我来讲，我是讲袂烦恼，因为美国的方向是确定的啦，因为中国政治差不多嘛是确定的啦。是。但是目前就是讲伊的做法是啥啦，即摆大家烦恼讲，因为你川普拢在生火嘛，咧生来，台湾就烧起来咧，想办来收刷呢，这是一个问题啊，但是拜登伊是要用多边主义，伊是要用外交的部分，伊是要用这种较 soft 的这个手法来做。来处理在中国问题的时阵，比如讲较 stable 啊，较平稳啊，所以问题是两个方向拢共款的，只是讲对台湾来讲吼，有诶较刺激，有诶较柔软咯，即摆比如讲，那对川普伊要来胜选哦，这摇摆州讲起来吼，伊就是我刚头讲嘛，日前出来催票嘛，countryside 的这些人出来投票，对伊来讲其实较有利啦。是啦，吼，比如讲，因为这种伊的美国的选举的制度吼，所以比如讲吼，伊是选举人团的这个概念嘛，比如像赢，迄规个拢包去嘛，规拢包去，所以比如讲吼，即摆来讲这个问题，我感觉讲是个胜败关键的部分哦，我感觉。即头拄阿勇嘛讲啊，讲他这种算政治的，但是实际上哦，因为美国人即摆应该心内已经决定啊，讲到底是要投向吼，
啊，即摆就是来看讲吼，向快投票较多，应该这是重点才对啊，是要甲这票吹出来，是要来吹出来，我感觉川普你设计啦吼，相当讲设计吼，因为你看讲。伊即摆甲拜登第一届辩论的时阵吼，就讲啊，恁兜恁囝甲中国的关系是安怎？哦，啊了后你搁讲贺锦丽哦，伊个拜登的副手嘛吼 ，Harris 伊到底伊甲中国的关系是安怎？哎，大家拢是甲压出来，但是压出来无证据嘛，伊无摕证据出来嘛。啊，电视辩论安尼表演出来啊。过来伊就讲，哎，蓬佩奥，你去甲以早希拉瑞迄email哦，规个拢降解密，整理出来，所以再来媒体去找这 Ukraine 的这代志嘛吼，啊然后过来就要找中国的代志啊嘛，因为伊至少因拜登因囝伫 Ukraine 内底，甲因迄啥天然气公司吼有交易嘛吼，啊所以啊但是 Trump 就叫乌克兰的总统甲这物件拢逼出来，啊问题是讲乌克兰伊是一个独立国家，伊想要听你美国的，所以变做讲伊其实我感觉乌克兰这个代志吼，Ukraine 这个代志吼，对拜登的伤害无法大啦，因为如果若今仔甲 Russia 到底的，这个伤害有可能较大啊，但是甲 Ukraine 吼，这比较起来，所以变做讲伊后壁川普个出手嘛，啊这出手就是要互伊立证出来，因为美国差不多70%。对中国是反感的，有70%的民众是对中国反感的，所以变到甲这70%甲第二起来，甲吹出来，啊，这就是这么川普在咧做的代志。虽然这个民调落后啊吼，热情吹出来，川普可能也有机会啦吼。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也感谢咱的乡亲收看，咱下礼拜再会，拜拜，感谢。